再来，还有一种类型是没有文字，只有语音的选项。由于没有参考图片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听得更仔细。我们一样用2次听法。第一遍先听主要的问题和选项内容，听第2遍的时候，记得要去听对话中的关键词来对照答案。我们就用这样的策略来解题，一起试试看哦。来，车票都买好嘞，佢俩下将讲唔想出去了。先去车头处理票嘅事情，將來做打算。請問，師妹喺佢去車頭做乜嘅？1. 換火車 2. 打票 3. 退票。所以我们听第1遍最重要的是把问题和选项听清楚。这里的问题问的是，請問什麼人喺佢去車頭做乜嘅？这个女孩叫男孩去车站做什么？选项有換火車、打票、退票。听第2遍时，记得去对话中找关键词。来，车票都买好嘞，佢俩下将讲唔想出去了。男生手上有票，但是有人说他不要去了。对照我们的选项有1. 換火車 2. 打票 3. 退票。所以答案是去車頭退票。